自2025年12月19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勇敢认罪，行出黑暗。圣经咱做来听读，约翰一书第1章第5节到第10节。阮对上帝的囝听到，现在传互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伫伊完全无黑暗。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还佫继续伫黑暗中生活，是讲白贼无实行真理。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团契。伊的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咱若讲咱无罪，是骗家己。真理无伫咱内面。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咱若讲咱毋捌犯罪，是甲上帝看做白贼，伊的道无伫咱内面。勇敢认罪，行出黑暗。今仔日的经文中，约翰一开始就宣告：上帝是光，伫伊完全无黑暗。光代表真理、公义，甲上帝的临在。光的临到，要揭露人生命中的黑暗。当人互上帝的真光照耀，就会察觉家己生命中的黑暗。这时，若会当勇敢承认家己的罪，将是望救赎行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关键。因为安尼，既然属上帝的人，的确活踮光明中。约翰进一步讲，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团契。伊的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咱若讲咱无罪，是骗家己，真理无伫咱内面。好认罪，会互家己留踮黑暗中。承认罪是行入光明的第一步。福音的奥秘不在伫人无罪，是在伫上帝愿意赦免一切肯认罪的人。安尼的真理，伫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中，深刻受表达出来。细汉囝伫会晤中讲：“我要起来，转去我的老爸遐，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嘛有得罪你。”拄好是即份悔改的勇气，互伊承袭老爸的男抱甲囝儿的名分。捌受赞誉做属灵大汉人的韩国牧师赵永基，是全球上大的基督教会韩国瑞德顺福音教会的创办人，捌受无数的人敬仰，但是伊伫晚年因为牵涉财务不当投资的问题，遭受司法调查，阁受教会内部甲社会的关注。某一遍主日礼拜中，赵永基牧师伫讲台顶满面目屎向会众坦诚家己伫信任甲判断顶面的错误。伊甚至跪落来认错讲：“咱教会因为我甲阮兜的人的缘故，遭遇真侪试炼和患难。我向上帝认罪，也向各位承认我的过犯，我实在是对不起恁。”安尼公开认罪的行动，互真侪信徒感动，选择饶赦甲重新接纳赵永基牧师。虽然名誉捌受损，赵永基因为悔改认罪，
搁再一次得到更新。伫软弱中承认家己的罪，也互伊的信仰见证搁较真实。伊的故事提醒咱，上帝无期待咱成做完美无瑕的人，是爱咱成做一个诚实活踮光明中的人。活踮光明中，无代表咱无搁再软弱，也是失误。反正是代表咱愿意互上帝的真理引带。认罪毋是失败的记号，是悔改甲更新的起点。当咱真实面对家己的过犯，搁伫稳定中重新徛起来，咱的生命就会当见证上帝怜悯甲饶赦。默想，当上帝光照点我心中温捌的角落，我是毋是愿意诚实面对，无搁再遮掩甲逃避？当上帝光照点我心中温捌的角落，我是毋是愿意诚实面对，无搁再遮掩甲逃避？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光，伫你拢无黑暗。当你的光照点我心上，我毋简单看见家己的失败甲软弱，搁较看见你的赦免甲恩典。主啊，我常常想要逃避现实，粉饰太平，但是你呼召我行入光明，求你赐我勇气，伫人面前放下骄傲甲自义，愿你洁净我，我通用真实谦卑活踮你的面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